做網台啦，好似我哋呢啲咁鳩噏下咁，屌你老母有 view 數咪得咯？你得我人生嗱，我講我結咗2次婚，最混亂嘅時候，同一時間有5個女朋友。今日卒之而家同我老婆好好，失敗過，對婚姻我有資格講嘅。第二，唔係話賣我個仔中3臨班3年，我唔喺身邊，偷錢索 K 俾差佬拉，而家變咗讀大學，我教仔失敗，係咪啊？不過佢醒，佢自己慢慢調節到。做生意輸過4、5鋪，幾乎坐監又試過，喺大陸坐監又幾乎坐監又試過，香港幾乎坐監又試過，玩到千奇百怪都有，爭人好多錢，破產。人士近期恢復名譽啦，過咗破產期，正常人生啦。講生意失敗，我 OK 嘅。朋友因為生意失敗爭人錢財，令到啲朋友借生借死，聽到電話大匪呢個名嗱聲收線。以前中學同學、小學同學以前玩到嗰班，一個都冇聯絡。我而家識嘅朋友係近呢10年識嘅朋友，之前係一個都冇聯絡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朋友冇，婚姻輸，生意輸，仔女輸，兄弟。我話俾你聽，我阿媽生日80幾歲生日，講緊4年前，我其中一個兄弟當住我阿媽3圍台拍台兜口兜面，我阿媽生日嗰日鬧到我仆街，我老婆鵪鶉咁企隔籬，佢唔知發生咩事。